台中市的饭店甲餐厅拼经济，转卖便当。台中市政府嘛倒出力，甲业者来合作，只要买便当满1000块，就送100块的消费券。后一届各买就会当来赌掉，要来减少疫情对餐饮业的冲击。老排骨便当旁讲讲，排骨济接一个大地。 还有青灰便当，青灰做长一条有5种配菜，这拢是饭店总铺师伊亲自调配。这款菜色100块就当吃到啊！是以附近的商办族为主，每个饭店都蛮辛苦的。受到疫情影响，推出精致便当的饭店，还有这间5000级的，碳烤牛排一条一条铺伫白饭顶悬，爱食排的人真正是挡袂掉。红烧牛腩鸡饭，济只的牛排，敢若看到就开鼻啊，200块有走。中午的商业聚餐就变得比较少，那大家都也有在询问是不是有卖便当，那我们就推出 CP 值比较好入手的便当。高级日式餐厅嘛，对咧卖便当，用料真澎湃，不拉鱼便当顶悬。 满满的不拉鱼，红鲢鱼便当嘛是鱼肉满到看袂到白饭。外面买到的便当的价格都是大概100块起跳，这个便当的话打完折是93块。30间有名的餐厅和饭店卖便当来救生意。台中市政府嘛出钱斗3工，开30万块预算，后面将买便当满1000送100块的消费券，后摆登去合作餐厅消费就会当用消费券后面将回流，带动二次消费，希望会当减少疫情对饭店餐厅的影响。